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几个房企消息。首先，央企华润公布了自己的上半年销售情况。华润置地上半年销售大幅下滑，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华润置地及其附属公司实现合同销售总金额人民币234亿元。总合同销售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分别按年减少26.7%以及27.1%，这个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这是整个6月份，2025年前6个月，就是上半年，华润置地累计合同销售金额1103亿，总合同销售建筑面积412万平方米。分别按年算的话，减少12%以及21%，也就是作为央企，华润置地上半年无论是销售金额还是销售面积，都是大幅度下跌。去年本身就在下跌，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下跌。华润可没有暴雷，所以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连华润没有暴雷的央企，上半年都是断崖式下跌，你就知道其他的这个房企日子过得怎么样。所以又要说的这个万科，晚上有媒体报道说，中国万科正寻求将部分国内银行贷款期限延长最多达10年。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举可能有助于这家国有背景开发商降低流动性风险。什么意思？就是要国有银行对万科的贷款要延期，到期续贷。本来是贷3年的，现在直接改成贷10年。这个凸显，即便在深圳国资委，它的大股东深圳地铁给这个万科输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还是杯水车薪。就是大股东输血，好爸爸输血还是不行，还要找银行协商这个延期贷款。总部位于深圳的万科是按合同销售额计算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近期已向几家主要的中国银行提出了初步提议，计划将贷款期限延长。知情人士称，由于事项为私密事务，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一旦要求匿名，这恐怕已经坐实了。知情人士补充称，尽管部分银行仍在评估该计划，但也有银行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进一步指导之前，不愿意同意。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啊。你说哪个银行敢同意？除非上级主管部门给他下红头文件或者指示。此类长期展期可能为公司在偿债义务上提供一些喘息空间。万科因中国长期房地产低迷而遭受重创，近期表示其上半年亏损可能扩大至高达16.7亿美元，就是将近120亿人民币，凸显出其财务挑战。还是跟着咱们经常分析的，银行即便给他展期10年，那你10年之后还不得还吗？问题是10年之后你这万科就好了吗？你这房子就能卖得掉了吗？你这个利息背得起吗？对吧？你现在一年上半年就亏损120亿，今年又得亏，明年，所以说展期那只能是延缓，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个债还是背着的，而且越背越重，因为它的利息不停的在增加啊。所以咱们一直说啊，能救万科的只有韭菜，韭菜把他房子买走，只要他房子卖不掉，你怎么救都只能是延缓，以时间换空间，看看未来能不能好一点。未来的人口是在这个下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长期看人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承诺加大对房地产融资的支持力度，是白名单啊，但这个有什么用？那个是保项目，不保房地产开发商的。然而，银行受制于盈利能力下降以及对不良贷款反弹的担忧，截至3月底，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3%，历史低点。该指标已连续2年低于1.8%的合理盈利水平线。现在银行你看身负多重任务，这大家都知道，银行还得负责股市的稳定，还得拉股指。要股指稳定，那银行的业绩就得稳步增长。银行的业绩稳步增长，银行稳步每年要分红，那就银行的业绩报表漂亮，报表漂亮，那就是你的坏账要下降。
坏账下降，他怎么可能还给这些暴雷房企或者这些已经风险暴露的房企还给他们贷款呢？所以你看，这就是中国银行的两难之处。截至3月底，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总额创下3.4万亿人民币历史新高。看看，不良贷款已经3.4万亿了，历史新高了。这个恐怕还是经过修饰之后的不良贷款了。真实情况恐怕比这个更加触目惊心。虽然展期或重组部分问题贷款可能有助于控制表面上不良贷款规模，并在短期内缓冲对银行利润的冲击，但这也可能掩盖资产质量恶化的程度，长期来看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咱们节目经常说的，纸包不住火，你越往后拖，这问题越严重，到时候解决起来成本更高，代价更大。根据万科最新的年度报告，截至去年底，公司约有3610亿元人民币的计息借款，其中43.8%将在12个月内到期。这些借款大部分为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总额达到2579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总负债大头。也就是1年之内2600亿的这个银行贷款要到期，怎么办？想借新还旧很难，只能让银行展期，让你这个银行3年呢，你给我再展5年，再展期2年。说公司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万科的这个状况现在已经引起了国外的关注。外媒新加坡联合早报，它是今天刊登一篇报道，叫万科3600多亿负债，谁能来还？这个联合早报说，它是距离中国地产巨头万科的管理层第一次喊出活下去的口号已经8年过去了。当时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如日中天，外界认为万科此举是无病呻吟，没想到这家企业已预判了自己8年之后的命运。这个不就是一个笑话吗？他8年前就说要让自己活下去，8年之后居然真的到了这步田地。万科星期一晚间发布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亏损120亿，亏损较上年同期98亿扩大。公司就业绩亏损表示歉意。这一100亿级别看似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万科被当成中国房地产市场风向标，万科走出困境，市场才觉得市场稳定下来。如今市场仍在探底，万科也未能超出预期。截至1季度末，根据万科最新一份年报显示，万科持有的货币资金755亿元，有息负债合计3659亿，资产负债率为 73.5%， 其中 43.8% 的负债在1年内到期，以银行贷款为主。在销售不振、行情仍处于下行的情况下，万科如何偿还这笔庞大的债务？目前看来，单凭自身的销售回款是远远不够的。万科的中期业绩预告称，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4.5万套房交付，实现销售金额691亿元。然而，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1273亿元的合同销售金额几乎腰斩，现金流状况持续承压。今年跟去年对比，去年上半年还卖了1300亿，今年上半年只卖不到700亿，就是肉眼可见的在这种萎缩。你房子卖不掉，你的现金流肯定是不行的，承压。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万科怎么可能把它17块多增持的股份6块多卖呢？这是出多少血？但是没有办法，为了现金流只能割肉。这个联合早报说，自救艰难是万科。面对困境，万科试图断臂求生。去年2月，公司7折甩卖了常年位于万科旗下运营项目营收榜首的上海七宝万科广场，动用核心资产套现，这叫漂亮女儿先嫁。为了救命，好自然先卖。今年6月，万科还折价出售库存股超7200万股，回笼资金近4.8亿元，也就这个一股亏十几块，11块，这7200万股就亏了7个多亿。万科中期业绩预告指出，在不考虑股东借款的情况下，万科上半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融资和再融资249亿元，完成165亿元公开债务
偿还。但考虑到100亿级的亏损和1000亿级的负债，这些融资可谓杯水车薪。这个联合早报说，拖累大股东深铁集团。说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国有独资大型企业深圳地铁集团是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也是万科另一重要的资金来源。深铁集团在2月、4月、5月、7月分批向万科提供多次借款，累计超218亿元。关键它的利息很低，利息只有2.34%啊。也就是说，真金白银的支持不假，但深铁集团自身日子也不好过。今年4月29日，深铁集团发布重大损失公告。公告显示，深铁集团2024年合并报表范围内亏损334亿元。界面新闻估算，这一亏损超过深铁过去5年净利润总和，也就是深铁集团过去5年白干了，这一次亏完，关键还没到头，何时是个头，这是个问题。对于亏损原因，深铁集团解释，主要是由于联营企业万科2024年度业绩亏损，深铁集团对万科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并计提投资减值损失。有财经自媒体直言，万科这位房地产优等生的拖累，让深铁集团这个中国唯一盈利的地铁集团也滑向了亏损。还有网民评价说深铁的输血让万科在资本市场上维持住了体面，拖着不至于暴雷。联合早报说，体面还能维持多久？实际上，你说说维持这个体面的代价是多大，值不值？在中国媒体的语境中，万科不是恒大，而是房企的优等生。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万科仍位列全国房企销售排行榜第7，至今也未像恒大、碧桂园那样暴雷。那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220亿的这个低息贷款，2.3%的利息的，马上就输进来。恒大、碧桂园、融创有这样的待遇吗？即便是优等生，也难以摆脱行业普遍面临的困境。前期激进扩张留下的高杠杆，先后碰上融资收紧、销售回落，问题集中暴露，债务负担愈发沉重。活下去是8年前的警示，如今却成了整个行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去年9月，中国政府推出一揽子房地产金融举措，市场一度回暖，房企加速化债，地方政府重启卖地，但政策效应递减。今年5月起，房屋销售再转冷，房价加速下跌，6月新房价格录得8个月来最大单月跌幅，行业信心再受重挫。在这样的背景下，万科靠输血维持的体面还能撑多久？账面或许还能撑得住，但信心未必。尤其当市场看到一家企业靠不断借款和输血维持体面时，信心会不会更加脆弱？这个毋庸置疑。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银行，或者你是债权人，你手上拿着大把的钱，你这个时候你会借给万科吗？这叫换位思考。万科今儿把天说破了，这个银行它也要从自身风险考虑啊。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如果你是债权人，这个时候你看到万科还有人给他输血，你怎么想？你肯定想着一定要赶紧走人，趁现在你还能跟你爸要到钱，那赶紧施压，你赶紧，你谁还给你展期？那风险得多大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爸还能给你钱，人家赶紧肯定要跟你要钱。以万达为例，咱是举例子，这个不是真事，便于大家理解。比如说你现在借给王思聪3个亿，王思聪说没钱还，这个时候他爸王健林还不错，还是首富，日子还不错。这个时候说他动不动给王思聪给他输血几千万、1个亿的，你说你这个时候不玩命的跟王思聪要钱，你说你这钱不用急着还，10年以后再还，你肯定是要王思聪赶紧还钱。他一还，他没钱还，他找他爸要，他爸现在还付得起。再过几年，他爸那万达不行了，黄了，暴雷了，没钱给了，你跟谁要钱去？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对吧？债权人可不傻。事实，万达现在就是不行，王老板自己也在渡劫。要知道啊，国企不是一直都有钱，国资委也不是一直都有钱，国资委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深圳暴雷的房企也不是万科一个，
我记得什么华南城都已经爆雷了。所以趁现在深圳国资委头正要大力出奇迹，就要拉这个万科一把，就不信这个邪，就要让万科体面。那其他债权人不就趁着机会赶紧解套？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所以我们一直反复强调，能救房企的只有韭菜。当韭菜把七大姑八大姨的钱借着，跟银行贷款冲进这个楼市买房的时候，这万科就活了。我们再看啊，这个香港楼市情况，一个叫中量联行的说，香港全年房价将下跌5%，理由是认为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加上减息前景就是降息前景不明朗，中小型发展商的债务危机不容忽视。说的是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要爆雷了，新世界还是英皇集团现在都在爆雷边缘或者已经爆雷，这就是苗头。说中量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指出，发展商就是开发商若要急需现金，几乎住宅是唯一的提款机，所以开发商或其他的投资者十分乐于或急于从这个唯一提款机尽量提前出来。如何做？是继续定一些优惠的价钱去卖机，也就是降价卖房。你趁现在还有人买，赶紧降价卖，回笼资金。这个会令到整体的二手市场受压。当一手市场减价的时候，就一手市场搞优惠活动降价，二手无从匹敌，二手一定要跌，而跌幅都会加深，否则难以抗衡一手房的跌幅。也就是开发商降价卖房，导致二手房必须加速下跌，要不然你二手房更卖不掉。所以中量联行认为，今年香港全年房价要下跌5%，5%。不要说香港，你看这个网上流传一个清华大学什么龙吟课题组，这不知道真假，他提供了一个数字，他们统计的一个数字说，北京5环内整体住房空置率13.3%，也就是5环以内北京的住宅的空置率13.3%。我个人感觉恐怕现实情况比这要严重，但是具体说多少谁也不知道，只能凭个人感觉，就是北京5环以内住房空置率恐怕比13%要多啊。北京这几年人口都是呈流出状态，这是第二个大量的北漂，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北京现在很多写字楼空置，写字楼一空置就预示了有很多人在北京没工作，这不就回去了吗？我们再看一条消息，这个金银贷的雷恐怕是盖不住了。中国金银报在7月6号曾报道过，年利率低至2.35%，金银贷卷疯了。中国金银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部分抵押金银贷产品年利率已低至2.35%，同期信用贷产品年利率也在持续下滑。部分产品在发放优惠券的情况下，年利率低至2.7%左右。华东某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该行抵押金银贷年利率可最低至2.35%，产品贷款额度最高至2000万元，但银行要求目前针对一家企业最多只能放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0年，还款方式可以选择先息后本或等额本息。上述华东某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客户需具有可抵押的华东某城市房产，同时是大湾区公司法人或核心股东。客户需提供营业执照、公章、纳税证明、公司半年流水等材料。目前抵押金银贷产品利率已为历史最低值。某深圳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其所在支行抵押金银贷产品年利率最低为2.35%，为历史最低值。该产品要求客户提供公司经营流水、抵押房产证明等材料，放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还有的银行股份制银行推出叫信用金银贷，刚才是抵押金银贷，是需要你拿房子抵押。信用金银贷这个年利率最低设为3%，该产品额度最高300万元。根据要求，使用该产品需要企业及实际控制人征信记录良好，企业需完成工商登记并保持正常经营状态，同时也需要开通相关金融服务和能提供有效经营数据证明。为什么说这个金银贷的雷已经盖不住了？大家看一段视频。
金银贷这个大雷呢，真的是要重视了。最近呢，网传多家银行分行被进驻调查，重点呢就是盯防中介跟银行勾结的高频高贷业务。有截图显示呢，某银行宣布终止与某中介平台合作，核心的原因就是金银贷爆雷。用金银贷买房呢，其实现在很少了，主要是2021年左右高峰期时候的产物。那个时候呢，正常房贷特别高，利率去到5到6个点。而金银贷低的能去到3以下，所以呢，成为了很多炒房客的首选。今天呢，我跟一个珠江新城做二手的朋友聊天，他说呢，有业主跟他说，去年5月续了2年金银贷，现在呢，他担心中途查，或者是明年到期续不上。从这位朋友过往交易的情况来看呢，近2年金银贷估计占到了成交60%以上。珠江新城高总价的像凯旋、汇悦台这种，他们是搞不动的。当然，像跑马地花园、南国花园、保利新宇之类1000万以内的低总价房源是炒房客的最爱。但问题是呢，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房价跌得太多了，3年来亏掉几百万的大有其人。扛不住的呢，就急着甩卖房源，把小区评估价拉下来不少，有的房子呢，甚至成了法拍房。这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房价越跌，评估价越低，而房子呢是金银贷的抵押物，它的价值缩水，续贷呢就麻烦了。所以之前有做金银贷买房的朋友呢要注意，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二手房价短期不会上行，不要抱有幻想，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过桥资金或者提前转贷，千万别被动等待。而这次网传的消息呢，估计也是因为金银贷陆续爆雷，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吧。这个博主叫我是燕姐，他所说的金银贷的雷，我们在几年前就说过。首先一个就是大量的金银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这大家都心知肚明。本来这个金银贷是口罩期间为了让一些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搞的这么一个惠民措施，但是却被这些炒房的给利用了。他们利用过桥资金，他先把有房产去抵押把这钱贷出来之后，再去把那房产借的钱给他置换掉。实际上就是炒房的人把自己炒的房子给了银行，他是做按揭贷款做不了，他做这种金银贷。那这个金银贷的抵押物就是房子。现在有关部门或者是银行，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房价一直在跌，房价在跌，你敞口风险就有了。会一个什么情况？这个金银贷它一般的是5年，也有3年的，大部分还是5年。5年也就是意味着你2020年这口罩期间，你第一批搞金银贷的现在就要还，但是他哪有钱还呢？他炒房的人是把房子卖掉回来钱才能还银行。现在房价在跌，他没钱还，他把房子挂出去也卖不掉，卖掉他也还不起，所以就要爆雷。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些炒房的把钱补足。比如说你当时贷款1000万金银贷，这房子也是1000万押给银行了，那你现在你这房子只值700万了，那你还得找300万的抵押物来，要么你就把这个300万给还上，你只贷700万。不管怎么做都是抽贷，都是要求炒房的人你得拿出现金出来，因为你的抵押物缩水了。这个炒房客他哪有钱？炒房客如果有钱，他就不会爆雷。如果他有钱，他就不用急着把降价卖。所以说，随着第一批金银贷陆续到期要还，这些炒房客他就面临2个，要么就是断贷，就是银行不给你贷款了，银行要抽贷；要么就是你补齐，你再找抵押物。所以说，越往后金银贷的雷是越大，根本原因还是房价下跌导致的。房价下跌，风险暴露，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踩踏。大家都要卖房，要回笼现金，都卖，那房价更要跌，更跌，资金的紧张，他不更缺钱，房子不值钱，亏得更多啊。总之，炒房的恐怕越往后日子越难过。很多炒房的寄希望开这样的会那样的会，出个什么利好，楼市就能回暖，就能反弹，甚至要涨，这个愿望一定会落空。炒房客的结局恐怕都是要爆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连恒大、万科、融创这样的巨无霸都扛不住，你说你一个个的炒房的，你有多大的抗风险能力？所以爆雷是唯一的出路。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